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3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大选已经开始登票，远近加拿大边界的一个小镇嘛开始开票，5张票拢转予拜登。马来西亚来的女大学生伫台湾被杀害，今日下晡学校举办追思会，有颁毕业证书予伊。宜兰的抹地山风景水，游客多，乱象嘛多，爬山爬甲无气力，竟然叫救护车。新闻开始，咱来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已经开始登票，伫远近加拿大边界的一个小镇嘛已经开票，5张票拢转予拜登。这届大选，除了要选美国的正副总统，嘛要选众议院435席，甲参议院100席当中的35席，竞争唔那激烈，受疫情影响，全美国有1亿个选民提早登票，创下新高。新罕布夏州和加拿大边界小镇迪斯维尔诺市，初3报名时间一到，先进行投票、开票作业，选定5张总统选票转投予民主党的拜登。For president, we have 5 votes for Joe Biden. 附近的米尔菲德镇选民也是暗暝去投票，伫这投开票所，川普以16票比5票赢拜登。这项半暝投票传统有60年的历史，过去4场大选拢成功有效选情之优胜者。2000年甲2004年是小布希胜出，2008年是奥巴马胜出，不过2016年就失准。小镇选出的是希拉瑞克林顿，不过最后赢到大选的是川普。投票进程最后24小时，拜登伫宾州甲俄亥俄州做最后拼场，选情之夜最后一场做些活动，拜登留予俄亥俄，重申伊的竞选目标，恢复美国灵魂。It's time for Donald Trump to pack his bags and go home. We're done. We're done with the chaos. We're done with the tweets, the anger, the hate, the failure, the irresponsibility. 2016年，希拉瑞以330万的差距赢普选票，不过却失掉大选。关键之一就是年轻选民甲非洲的族群，这两大传统民主党的主力部队出来投票无够多。拜登甲贺锦丽伫匹兹堡费城的造势大会，大明星雷迪加达、约翰传奇拢伫舞台为拜登徛台邮票。To vote against Donald Trump, a man who believes his fame gives him the right to grab one of your daughters or sisters or mothers or wives by any part of their bodies. Vote for Joe. He's a good person. Thank you. 川普方面是去宾州、北卡罗来纳、威斯康辛、密西根4州，选战之夜甲4年前同款选伫密州的大吉鲁市。3-4大结婚现场有几千人一个欢迎川普甲伊的副手潘斯。川普表示，伊一定会摕到密西根再现红条。The concept of losing to this guy. Oh, you better get out there and vote tomorrow. I will be so angry. I'll never come back to Michigan. I'll never come back. I'll tell Japan to bring all those plants the hell back. 这摆大选除了正副总统以外，各位选出众议院全部435席，加参议院100席当中的35席，竞争真激烈。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全美国已经有1亿选民提早投票，占顶一届大选投票人数76%。这也是有史以来上开钱的选举。今日是总统甲国会竞选，都开将近140亿美金，比前2届大选加起来总和118亿美金，还佫较悬。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大选，外界烦恼讲，若选举结果然后公布，局势敢会乱起？有人烦恼敢会引起暴动？包括纽约、洛杉矶，甚至白宫附近的店头，拢关门无做生意，佮用插板甲窗仔门甲大门钉起来，避免互迫害。而且，即阵嘛传出美国的枪支销售量直透的千元。为着要迎接初3的美国总统大选，初2华府白宫市科维亚早定已经去互铁丝网包围，顶悬大满抗议非洲民众去互警察清查的标语，当然嘛包括呼吁选民一定爱去投下神圣的一票。若是白宫附近的店家，烦恼讲选举结果不明会出现动乱，嘛已经甲店面拢钉插板，避免去互暴乱影响。若是东华纽约的店家，嘛有同款的烦恼，每世百岁带头强化独通，美国选民嘛对民主国家必须要烦恼选后的暴力感觉真悲哀。
It makes me feel sad that our country is at this point. 西方的加州洛杉矶当地比佛利山庄的精品街罗迪欧大道，店家嘛伫咧警方的要求之下，做出防护措施。I never seen such a thing, and I've been living in this country for 45 years. This is unbelievable. It's a ghost town. It's really, really shocking. 另外，包括西雅图、芝加哥等等全美600个据点，嘛拢对选后的暴力做出防范。当然嘛，包括今年发生真济届激烈暴动的奥勒冈州波特兰市。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might want to use peaceful election night protests to promote violence and property destruction. That behavior is not acceptable. 今年美国的投票率预计从100年以来新高，佮加上提早投票佮寄出投票批，嘛已经逼量到要1亿张，所以今年开票的结果可能会特别长，嘛相对增加极端团体鼓吹暴力的空间。选前家庭川普法律甲特殊主张的极右派团体，包括提倡政治暴力的交国男孩、世间守护者、爱国祈祷者等等高大极端组织，嘛拢去认为这可能是选后动乱的引起者。另外一方面，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甲弗洛伊德等的事件，美国民众不安的心嘛拢反映伫咧枪的销量顶悬。敢若今年3月份到9月份，全美买枪的数量就达到1510万支，比2019年同期是加91%。佮加上今年美国整座示威的代志一直来发生，选后美国国内安全局势嘛引起外界高度注意。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嘛启动这几年规模上大网络防止骇客行动，来防止2016年俄罗斯干涉大选的代志，搁一届来发生，嘛要防止今年伊朗甲中国干涉选举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马来西亚来的查某大学生伫咱台湾被杀害，今日下晡学校举办追思会，有提早办毕业证书，由伊妈妈代替伊领。明仔因拄大学生的爸母就会找查某囝的骨灰登去马来西亚。若嫌犯的爸母是透过里长对外表示，希望法院量早判刑，一命抵一命，安尼对受害者的爸母才有交代。这次来台处理到今天都顺利圆满了，但因为疫情无法一一言谢。好方面代表女大学生的爸爸传达各界感谢，简单几句话也感激学校方面，予伊的查某囝成为一个真好的人。特别查到查某囝的姑父登去马来西亚的前一天，女大学生的爸爸妈妈出席学校举办的追思会，并带领毕业证书。只是接过查某囝毕业证书，妈妈再次哭出声。除了毕业证书以外，学校阁将女大学生伫学校的生活相片放伫随身碟内底，互厝的人炸倒转去。对啊，很不舍，就很难过。对啊，看到就想哭，看到爸爸妈妈这样子。钟爸爸说，他很感激长荣大学让成为一个很棒的人。追思会结束了后，女大学生的爸母第2初4早起离开台湾这个伤心地，嫌犯的乡亲透过里长表达想要向因回失礼，只不过伤过头伤心来拒绝，都伫因要离开的前一天，透过里长代替发表道歉声明。如果能速审速判，能还给你们一个公道，以命偿命的话，也是对钟爸爸和钟妈妈最好的交代。对于造成这么大的社会问题，4名嫌犯的爸母认为讲是因教养的问题，真正感觉真失礼。学校方面受访问的时阵表示，毋捌甲女大学生的爸母做过相关的讨论，也无转达道歉声明过的内容。目前学校方面是聘请律师会持续协助家属处理，一直甲代志圆满落幕。记者综合报道。马来西亚来的女大学生伫咱台湾被杀害，即马阁有人伫网络写文章恐吓讲免去犯案，这是引起惊吓。目前警方已经找到写的人，要传伊到案去说明。另外，行政院的提案汇报，洪亚公超过1档拢无开会。行政院苏贞昌表示，受疫情影响，是伊决定毋好开大型的会议。那总统蔡英文即阵是要求各部会甲地方政府来检讨校园的安全。马来西亚一个女大学生进前才被杀害。最近有人伫网络顶写马来西亚女外劳来台湾读册，我后边一定杀害。佮放掉要去大学埋伏这个恐吓字句，引起学生的紧张。地检署指挥台南市警局侦办第3号锁定可疑的校户，已经通知伊到案说明，查清楚是毋是伊所写的。那也在今天早上就通知这个账号所有人到案说明，这可能会有刑法的那个恐吓公众罪嫌。
在发生命案了后，也引起社会安全风暴检讨的声音。国民党不满行政院治安汇报原本2个月才开一届，即马却是超过1年无开，批评政府是不是螺丝冷气啊？治安汇报不开，这种大型的会议也是我决定的，因为我们向全体国人要求说，在防疫期间不必开的会议、不必要的聚集就不要进行。主管机关的内政部长一问三不知，说你知不知道治安汇报要开了？他不知道。总统蔡英文是通知苏贞昌，只是依带内政部、教育部、警政署相关单位家庭政府进行巡查，确保校园的安全。今天早上总统跟院长是有通过电话，那特别针对行政院、包括内政部、警政署、教育部等各单位，都要跟地方政府紧密的协调盘点。苏贞昌强调，治安会议未放松，包括治安侵害反毒者的专栏报告甲会议已经开真侪届。随着疫情稳定，也伫评估恢复相关会议，但是这种的讲法也有立委无认同，因为讲会当用时限配套措施来应用。民众党是质疑徐国勇伫议会公然讲白贼，对这样代志，徐国勇也坦白承认治安汇报无开。检警、线调、海关、海巡这些相关跟缉毒有关，那跟帮派的取缔有关等等的。这些我们单正式的会议，我们今天早上统计就开了14次。针对4年的嫌犯涉嫌杀害女大学生，抑搁差一点掠走另外一个，台南市警方却是无开报案3连单，去互外界质疑这案。徐国勇表示，已经加调治处分，当时只是警政署强化勤务甲校园安全的意见情报资料所在，也甲教育部合作，共同维护校园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公布，咱国内各新增加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对法国、英国、德国甲菲律宾来的，其中有3个是咱台湾的留学生。目前咱国内确定病例计共567例。国内各新增4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个案，分别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甲菲律宾。指挥中心表示，565例是本国籍20多岁男性，今年8月到法国读册，10月中出现脑痛、流鼻水等症状，10月30鼻无味，11月初1回来入境时主动通报采检后确诊。566例是本国籍20多岁女性，8月到英国读册，10月29出现失片症状，初1回来入境时也主动通报隔离了后确诊。567例本国籍10多岁男性，10月到德国读册，10月31捌出现流鼻水症状，初1回来了后进行第次检疫，因为筋肉酸痛、头痛等症状，通报卫生单位安排采检送检确诊。另外568例是菲律宾籍10多岁女性，10月20来台读册，其入境前3天内检验结果阴性报告，入境各单无症状，初2进行检疫期完成采检，初3确诊。目前国内有新增4例的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的病例哦，那主要来自于法国、英国、德国跟菲律宾。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有567个个案确诊。当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炭烧，民众今年自公费流感疫苗用药，也毋过不良事件通报案例也相对增加。国内各新增一件不良事件通报死亡个案是一名70多岁女性，伫顶个月19自流感疫苗了后，25伫昆明中过身。也毋过伊本身有慢性腰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支架。那目前大致上是认为这个会睡梦中过世跟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比较相关啊。初步的研判也是就是跟流感疫苗是无关。根据疾管署统计，国内通报自流感疫苗了后不良反应，到11月初2累积238件，其中67件属于严重。另外，目前公费流感疫苗注射率78.6%以上，扣除学生校园所需要疫苗了后，存不到50万剂。也毋过，学龄幼稚注射率39.9%，比往年低。呼吁家长应该尽速带出来用幼儿完成注射，以得到完整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姓郑、越南来的查某移工，涉嫌伫通风火车头附近成立工作室，做简单的医学美容手术，佮透过面册直播成人客，起码嘛是移工的一寡小姐，目前伊已经互送法办。
伫网络直播手术过程技术真好，确实无讲就是做手术的是合法的医师。其实是越南籍25岁姓郑女医工，无医师执照，煞做医美的医疗行为，佮将手术过程直播拍知名度。移民署桃园专勤队8月接到报案，测意将伊抓到案。自107年起，在桃园市火车站附近分租美容工作室1处，以预约方式提供丰唇、缝合双眼皮、酒窝、脸部雕塑及身体溶脂等医美手术。专勤队调查，伊是以合法移工身份来台湾工作，无合法医师资格。调查了后发现，伊在故乡有做医美手术的经验。来台湾了后，违法做医美手术赚外多啊，因为收费真少，伫医工界不只有名。向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报请指挥侦办，在11月1日，会同桃园市政府卫生局人员，持桃园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前往郑女工作室及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获郑女正在替2名客人进行侵入性医美手术。专勤队表示，因为服务口碑袂歹，甚至有南部的技工上网络有效，伊个专程落南服务，估算为107年，营业到即马不法获利有数百万。因为有合法医工身份，为什么用专职做医美？专勤队怀疑有其他协助的共犯，也要斗阵追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宜兰打卡的圣母山庄，这个步道因为青的青，互人叫挖地山。因为风景水，游客多，假日的是人嘛多。结果即马有宜兰县机员讲，有的游客爬山爬到无气力啦，竟然叫救护车来救，洪批评浪费救护资源。你就慢慢行落去啊！这个民众技术较救紧，搭消防人员的奥多麦离开。另外，还有民众需要消防人员插的，才会当顺利落山。宜兰打卡的景点圣母山庄，也就是抹茶山。从今年6月已经发生29件类似这款救护的案件。我们救护的次数啊，非常频繁。有一些游客他本身的体力确实是没有办法负荷说爬上圣母山庄。那当然，所以在整个救助跟救护的频率确实有比较高。圣母山庄海拔差不多950公尺，要爬到遐，要用的时间甲体力，并不是一般的游客会当轻轻松松就做会到。不过因为风景真水，最近伫咧网络真清，便若到休困日就会出现真侪人阵。结果有部分的民众因为脚落着，体力无好等等的情形，就较易救。而且议员讲，抑佫有更较含的情形。导游为着讲伊要赶时间，老尾行较袂去，无叫救护车来载，因为惊去delay到伊的时间。这种有法度改善无啦？但是你无去救护又搁受批评啊！希望民众能够尽量减少浪费救护的资源。你讲不到听，你讲啊，这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服务民众啦。消防局表示，救护的任务是因份内工作，无法度拒绝，会尽量请受救护的民众落山了后去病院做检查。不过，这个辖区的分队人员甲救护车的车辆有限，若是要一直处理非必要的登山救援，可能会影响到真正需要救援的民众。因为安尼，敢若会当提醒民众，若要爬山，上好也是爱做好准备，尽力就好，唔通伤过勉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13日，南投武界坝水尾的溪床，有民众伫遐野外露营，结果因为水坝下水，造成4个人死亡的意外。结果昨透早，有民众伫网络顶头打出相片，讲迄个所在还佫有20多台车伫溪边露营。相片当中，因看到溪坡顶悬停超过10台车，有人伫车边搭布棚，有人直接搭伫车顶，溪水就伫眼前。有民众伫面册社团搭一张相片被截图流出来。因为9月13才发生2家人开车到南投武界坝水尾溪坡露营，却不幸因为水坝2摆无正常开水门，被大水冲走，造成4人死亡。这摆伫溪坡露营行为，佫引起大家关心。我觉得非常的危险，到那个野溪去露营哈，尤其夜宿那个地方哈，我觉得这个置个人还有家人的生命于不顾哈。其实我自己也有在露营啊，我们基本上在选择方面，我们都会尽量选择就是设备比较完善的地方，不会贸然在一些溪边啊、河边上露营这样子。
落叶的所在是毋是就伫落水溪，或者是无界坝水尾？水利署官员为相片当中真歹判断，也表示水利法针对溪埔落叶无法则。暗过议员提醒民众，就算无伫水坝水尾，暗过大自然有真歹有切危险，未当轻视。即便不是有那个故障的问题的话，如果半夜有时候会下大雨啊，或者是山洪爆发等这些，都直接在溪底里面的话，危险性当然是会比在河边高得多。虽然伫溪埔落叶无法则，暗过官员表示，若是创建水源区有其他相关的规范，且若乌白行溪埔无伫指定通路使，会被罚1万到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那苗栗是有民众伫初一暗西湖乡的三湖川底下发现一只石虎倒伫溪床，通报相关单位赶紧去救。初步认定石虎是去食着毒，当地民众烦恼讲，敢是环境受污染，所以希望县府会当调查石虎中毒的原因。抢救转来石虎也是有一寡喜悦，这只体重大约3公斤的成年母的石虎，兽医师检查无明显划伤，也毋过为相关症状甲石虎吐的物件，并公平发现有鸡骨头。苗栗县农业处初步检判，可能是食到有机磷中毒的鸡鸭造成中毒，流口水、那震颤，然后还有一些瞳孔就是缩小的这个状况，那就是判定是有鸡磷中毒。今天早上这个石虎有呕吐，那发现它的呕吐物呢是一些鸡骨头跟鸡爪。苗栗县农业处指出，这只石虎自解毒剂了后，恢复状况良好，观察2-3天，若讲无问题就会野放。这个月初2暗8点外，杨先生带后生甲朋友，同齐到苗栗西湖乡三湖村一处野溪山沟要掠毛蟹，意外发现一只石虎虚弱的趴伫溪床。身躯淡糊糊，赶紧救起来，通报苗栗县农业处救援。看到他站不起来，然后看他身上都没有外伤，比较浓稠的口水有流出来，所以我当下的认知是认为他是中毒了，就把他用水桶提出来外面。当地居民指出，附近饲鸡户大部分拢是野放咧饲，最近无听到有鸡仔减少，也无互石虎所料的情形。我唔捌听讲石虎来咧，嘛唔捌碰见鸡啊咧。阮也是前几工也有去食着，嘛唔知是家己破病还是食毒啦。当地居民希望县府赶紧查明真相，到底石虎安怎会中毒？苗栗县农业处指出，若讲农户饲的家禽互石虎食去，事情明确，会当申请生态补偿甲驾驶规网来偿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已经伫台湾时间初3尾暗仔，伫美国各地陆续开始。根据估计，已经有要挖1亿个美国选民提早转票。啊，毋过这款通讯转票问题了了，发付着2个对德州来的大学生申请通讯转票，啊，毋过并无成功，因国部长爱家己驶23点10点钟的车，转去故乡转票。这是梅瑞蒂甲沙查利旅游中留落来相片，也毋过这一撮会当讲非常辛苦。为了赶伫德州当地时间初3返乡投票，因轮流开车，搁加上途中怠速，拢总用30点钟才到德州。We requested our absentee ballots. I did mine in August, Zach in September. So in theory, with plenty of time. But it did not go as planned. Neither of our ballot requests were processed. So 10 days befo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ing day on November 3rd, we still hadn't gotten anything. 这摆大选被外界看作美国有史以来上重要也上关键的选举。那挖紧选举日期，选情那紧张，两大阵营拼全力催票，提前投票率甲整体投票率有希望创下历史新高。另外，具备关键地位的所谓摇摆州，是甲往年同款，真受到各方的关注。I currently live in Westland, Michigan, and this year I'm voting for Donald J. Trump. Hi, my name is Alex Demian. I'm voting for Joe Biden this election. Ron Szymanski from Silver Lake, Minnesota. We're voting for Donald Trump this year. My name is Kim Bates. I'm from Wisconsin. I'm going to vote for Joe Biden. 这来自摇摆州的选民，重视议题，甲决定要支持倒一个候选人的理由也各自无同。I believe in personal freedom, and one of those freedoms is the freedom of firearms, the Second Amendment. They also are against freedom of speech by introducing anti-hate speech laws. Huge issue with that. I work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so masks is a big thing.
And I just think he has divided this country in multiple ways, and I hope it's repairable when Joe Biden's elected. Well,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 at least saw relief from oppressive regulations. Government regulations have an impact on all sectors of our lives. He's actually going to take a better look at our debt that we're in right now, and he's going to do a much better job with handling the COVID situations. 选前各种民调数字满天飞，搅盘不挂，上班网络甲街头巷尾。若结果安怎，还是要等最后的计票结果出来才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奥地利的首都发生恐怖攻击，市区有6个所在，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拢有凶手开枪，上无造成4个人死亡，15个人轻重伤。目前还有凶手还未抓到。因为官方是呼吁市中心的民众唔通去公共场所。嘛有民众表示讲，当时这凶手一时一困头就开100多枪。警方的势面真大，举机关枪伫街仔路巡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初日暗时市区内底6个地点，差不多伫咧同一个时间，去有几个嫌犯举枪攻击，包括一个枪手在内，已经知影至少4个人死亡，15个人轻重伤。警方已经抓到真侪嫌犯，毋过至少还有一个枪手伫咧逃亡。官方讲，这场行动是恐怖攻击，呼吁民众避免去市中心。市中心的民众嘛，应该赶紧离开公共场所甲大众交通工具。Schwerste Tag für Österreich seit vielen Jahren. Wir haben es mit einem Terroranschlag zu tun, dessen Heftigkeit wir Gott sei Dank schon sehr lange nicht mehr in Österreich erleben mussten. 维也纳犹太首领杜奇表示，其中一件枪击案发生的街仔路是犹太教堂的所在地，无确定讲敢就是枪手攻击的目标。另外，有记者表示，枪手至少是开100枪。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表示，这场行动绝对是恐怖攻击，毋过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攻击的对象，嘛无排除讲是针对犹太人。From the sound of it, it must have been quite big guns. Whether it's a handgun or a shotgun, I'm not an expert. Big calibers. They were shooting at least 100 rounds just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国际恐怖攻击代志一直来发生。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初日嘛去有恐怖攻击分子走入去，包括一个自杀攻击者引爆炸弹，总共造成至少22个人无命，22个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拢是学生。激进武装团体伊斯兰国已经讲是因犯案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欧洲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即马断在滚价。目前欧洲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例。伫英国、法国甲德国这3个国家拢已经提出防疫措施，毋过严格防疫措施嘛引起民众的不满。亲像伫意大利甲波兰，拢有民众行上街头；若伫西班牙，嘛有民众无咧插宵禁，共款照常开 party。不满意大利政府限制餐厅、酒吧营业时间到暗时6点，也加暂时关掉5路场所的措施。首都罗马的服务业者挡袂落去，陷入经济困境，摕票据、换口号，行上街头。Siamo cittadini di serie C. Allora, noi non abbiamo diritto alle ferie, non abbiamo diritto alla malattia, non abbiamo diritto a niente, non ci tocca niente. Però in questa situazione, visto che c'è la crisi è per tutti, andiamo sostenuti. 新冠疫情严重的灾区之一的意大利，单日新增加病例突破3万多人，创下新冠。染病不治死亡者升悬到38000人。在欧洲国家中，敢若属英国。意大利总理表示，虽然目前无打算要重新实施封城，但是所来会强化防疫措施，压制疫情传播。波兰首都华沙红宫城堡外口，同款也是集合真侪民众。艺文工作者摕麦克，徛伫台顶表达诉求。疫情爆发以来，艺文活动遭受延期取消，表演的空间、剧场封馆，生活受到冲击。拢无看政府协助纾困，艺文团体真不满的情绪累积到最高点，选伫暗暝发起游行。Ciężko, to mamy wrażenie, że rząd robi dużo mniej niż by mógł, ponieważ sytuacja, w której my jako artyści jesteśmy zakneblowani, być może jest dla nich bardzo wygodna, ponieważ nie mówimy najczęściej rzeczy, które by im się podobały, ale taka jest nasza rola, taka jest rola artystów. 西班牙巴塞隆纳警方破门攻击，当地疫情愈来愈严重，全国已经进入紧急的状态。警方伫暗暝执行宵禁令，毋但伫全市巡逻，也扫动秘密举行的舞会加酒吧。敢若伫礼拜六就处理81个违法聚会活动，民众无顾着禁令，也是照啉照贴，反映出防疫出现困难。This is another critical moment for action
Another critical moment for leaders to step up, and another critical moment for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for a common purpose. 伫其他国家第一遍的疫情都还未消退，欧美各国已经出现第二届疫情。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目前也因为接触到染病的人自主隔离办公，但是也是呼吁到全民爱共心对抗病毒。只是欧洲各国封锁措施的同时，限制民众活动，也造成心理上的折磨。看来冬季又疫情好发期就要来啊！这个冬天恐惊会真久长。记者综合报道。头仔过来关心台北市议员林永明，互助理集体指控讲，参像诈领议会的补助，嘛涉嫌诈领助理费，佮要求女员工月初来要请假爱出证明。那林永明嘛有发出声明来解说。另外一个时代力量新北市议员林干虎嘛，互助理指控讲违法公司透露，目前双方等在调解。你要我怎么查？这里面就才5个人呐，你怎么查清楚啊？台北市无党籍市议员林颖梦伫办公室甲助理一人一句，双方拢甲手机啊摕出录影，但有争议的毋哪一件。林颖梦阁互几个助理指控，敢若有诈领议会补助。总共4个月，大概20万的这个钱，是我们有人看了，就是劳退的那个账户，发现说劳退的那个钱怎么一直没有入账，然后去问他，跟他问了之后，他才说。好，我先汇10万块过去，因为最近周转有困难。助理阁指出，李颖梦违法要求女性员工请生理假爱出示证明，阁涉嫌诈领助理费。面对指控，李颖梦发表声明指出，定定伫外口走行程，可能因此有一寡认知上的无同。目前双方当咧调整工课模式，嘛真用心要解决问题。希望有心人士莫看到旁个插针，劳动局是证实有接到员工的申诉。他已经有申诉，我们就目前现在正在安排他们的这个一个调解。毋那林颖梦这件时代力量新北市议员林彦富嘛，互助理控诉违法叫员工离职。比如说上下班，比如说他要去月子中心，比如说他要去买中药、买蛋糕，这些私人的行程根本就不是公务的行程。违法解雇之后，到现在连1块的油钱都没有给我。经助理讲，去年应这个头路的时阵，有口头约束工课内容，包括写函文、处理民众定情等等。但是实际上却爱协助未少私人行程，佮批评林业府经诉控管不好，侵害到劳动权益。那因为其实这个助理长期以来都有这个不能胜任工作的这个状况，那其实几经长久思量之后，才决定将他资遣。林彦富对后经助理指控感觉违宪，但是伊强调，甲请迄当时已经有甲讲相关的工课内容，经过长期的评估，才决定资遣这个助理。目前嘛已经进入了劳资调解程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马来西亚来的女大学生伫咱台湾互杀害，引起各界拢在关心外国人伫台湾的安全。警政署伫今仔日找外国学生甲侨民，伫宣传警方设立服务 APP， 讲会当实时报案，警方嘛会当随掌握报案的所在，利用 GPS 来定位。啊，毋过这 APP 写华文，警政署答应讲会赶紧出英文版。你好，服务人吗？对，警察先生，我要报案。警方示范安怎敲视讯电话来报案，画质甲通讯的品质还算袂歹。受到马来西亚籍女学生命案的影响，外国人伫台湾的人身安全受到大家关心。针对这点，警政署找三邀请外籍学生甲侨民，宣导警政服务 App， 教安怎透过视讯报案来求助。不过，却无法度输入英文。目前是没有英文版，那我们警政署现在目前正在建制，让他们知道说目前我们的这个警政 App，的功能有哪些，那也让他们知道如何操作、如何使用。若无法度输入英文，目前 App 敢若有中文的界面，外籍人士使用是无啥利便。警政署答应会赶紧处理。警政服务 App 提供线顶110报案、视讯报案，还佫有查询受理的案件。民众若用视讯报案，警方会当掌握报案的人 GPS 的定位，会当赶紧找到人，还佫会当输入文字甲警方联络。不过手机啊，若用预付卡，就无法度显示定位。我觉得是，一个 step up， 是为了比较帮我们的安全。有外籍学生建议讲，若发生紧急的状况，无法度透过视讯或者是拍字，敢会当阁增设一个会当饲落去的所在。若饲落，警方就会知影伊拄着危险。警政署表示会列做参考，因若警方嘛呼吁民众报案会当透过110的专线，或者是 App 的服务来依护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屏东哪亲像传出病人患苦毒，有民众是讲家己阿姊伫7月份的时人也阁好好，也阁最近是发现讲伊的身躯有真侪乌青，手指头也阁互烫着伤，怀疑是有人苦毒。不过病院表示，病人的状况第一时间拢有讲互家属知，目前这个病人已经转去北京病院的治疗。镜头啊，规个乌气，大腿有真侪乌青。屏东一个姓潘民众将伊阿姊相片抛上网络寻求帮助，讲伊阿姊7月份转到屏东某一个病院，原本骹手状况拢良好，无想到最近发现司机出现袂少伤痕，怀疑遭受虐待。阮拢一直信任他们，因为阮的想讲院方就是阮上好的照顾，对不？阮托付给他，这是阮一个对伊的信任。而没想到后来又发生这个事情。规支手强要即马来医生评估，就是讲有可能要截肢。啊，你讲安尼，要叫阮家属会当接受吗？家属认为阿姊的镜头啊烫伤确实无处理好，即马可能爱规个剪掉，感觉无法度接受。身躯的乌青也怀疑是因为造成的。病院方面表示，病患受伤的情形拢有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属于温水的部分袂当加讲。不能就是轻易论定啊，好，不能轻易去论定他。所有的过程当中，都是协助让这位个案他的一些不管是伤口，包含他的这些精神状况，我们做的都是主要是协助他治疗的部分啊。卫生局这边也已经请诊治医院呢，能够积极妥适的照顾病患。屏东卫生局也对这件代志进行初步的调查，目前4判患者已经到另外一间病院医治，原本治疗的病院表示讲会协助患者进行后续的医疗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小署今日公告讲要回收爱惜米当用定40毫克这款药啊，因为有4批的药啊色水无啥正常，大约爱回收65000粒。因为这款药啊市占率连0.1%拢无，所以影响有限。药师为管仔内底甲隐形的药粒倒出来，若无斟酌看，是看袂出来这批药啊色水无啥共款。是药师公告，用来治疗幽门拐菌引起溃疡的药啊。爱士美常溶定40毫克，因为制造商来自药厂，顶个月主动通报，讲有4个配合的药啊色水各样，按算2亿进前回收差不多65000粒。这个药定正常来说应该是粉红色，那厂商发现它有偏黄的情形，所以来启动这个回收。那目前总共有4个批号受到影响，总计的销售数量大概是65000颗左右。是药署嘛要求厂商交医方报告书，若是无如期回收，照药事法相当罚500万。因为考虑到这个药的市占率无到0.1%，是药署强调讲，袂影响到民众用药的权益。那如果说外观有变色异常，就是颜色褪色，或者是有一些斑点出现之类的，我们都建议，先不要使用。安全有疑虑的话，我们建议是回到医生那边去重新开处方。因为这个药是压制恰酸的药啊，若是食到外观有各样的药啊，无排除会引起胃的无爽快。药师建议，若是有疑虑，也是回诊的时阵问医师，确保家己用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花莲有一间咖啡厅，互民众检举讲饲红好，其中有一只脚断去啊，却无人救。这间咖啡厅虐待动物，不过业者是花冤枉，讲这是游客造成的，因有咧处理，唔是无。这是花莲港附近真有名的咖啡厅，业者伫咧园区内底为围篱啊饲6、7只红好，不过民众所发现讲有一只脚断去，倒伫水泥内底，一直无人来救援，自己敢若利用动物救生理。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很可恶就是利用火鹤做生意的，然后动物生病他们还就医，这样真的很糟糕。动保人士甲相关影像放起网络顶悬，引起真侪讨论。业者是花冤枉讲，红好是伫咧10月31日暗时，去互囡仔摕石头攻击，伫咧逃走时阵无细字脚才会断去。虽然无愿意出面回应，不过强调讲绝对无苦毒。落尾上病院也是死去。他目前遇到状况说，有些动物园一般来说是没有做特殊动物的一个照顾，事主有去警察局做备案，不管就是提供那个监视器的画面，请警察局这边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不过因为无偌久之前，台北才有一间咖啡厅好多死刑，引起真大的风波。苏北农委会针对民间利用动物来救生理，嘛有规定讲必须要申报。针对这件代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若是业者有超故意利用动物来救生理，是必须要向县政府提出动物DNA申请才会当。记者综合报道。
受东北季风甲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东的绿岛、兰屿交通船拢停驶。即摆嘛传出兰屿的火力发电厂因为中油载油船嘛停驶，发电加油存无20万公升，加加敢若会当挡10外工尔。台电是表示，目前也未去限电，毋过爱当地人电爱欠啊用。南屿外海风力要咧增强，今日开始，南屿海上交通要停航2天，受客货轮停航影响，南屿火力发电厂油料无法度运送。目前发电用油已经比50万公升，安全尽量较低，存不到20万公升。算起来还有197公丙啦那还可以撑个10几天啦。台电台东区处表示，目前也无限电的打算，以一天发电爱用15000公升油料来算，应该延期持到下礼拜天气转好，也已经联络中油，运油船因开航会阁增加运油量。会再加啦它基本上会运，目前会大概运，这一趟过去会运104柜过去，就是大概208公丙。台电台东区处强调，目前虽然南屿已经过旅游大季，用电量需求减少，不过也是请居民爱省电。另外，绿岛发电厂的状况，台东区处表示，车子已经运补油料，已经达到发电安全库存量。记者综合报道。清华大学有2个学生真介意啉咖啡，伊嘛研发出讲是全世界头一台用微波的原理来烘的豆仔机。毋但摕到专利，即马伊嘛有影开一间咖啡厅，实现家己的梦想。哇，好香哦，真的很香呢！行海内传来一阵阵咖啡的香味，藏在新竹旧城区内底这间咖啡馆，头家是这2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位阁还未毕业。刷开2年的时间，应用学校内底学到的技术，佮甲教授讨论，研发出这台微波烘咖啡豆的机器。它就是带给我像喝茶的那种清爽的，然后不会酸涩，然后有咖啡的香气，还不错，也不会过浓啊。一般的那个意式的那种咖啡，那种比较浊的那种味道完全都没有。这台机器最主要就是热源是用微波，那微波的话，它的穿透性。还有它好脱水，都是利于咖啡烘焙的一个主要原因。传统烘焙可能人家就说至少要养1天，有些甚至要养到7天。那我们的话，经过很多玩家来喝，他说，烘完马上就可以喝了。另外一位学化学的同学，当初家己想要开咖啡厅，厝内人目讲已经读到清华大学啊，极力反对。经过真侪沟通，甲实际努力证明，才受到肯定。你都已经快毕业了，然后跑去做咖啡，一开始当然是会有点排斥，不过慢慢的就是同化他们，就是一直拿好咖啡给他们喝，其实他们也慢慢觉得说，我做的事情是真的是专业，对，那未来说不定也有一点作为，所以就算也很支持我们，对。这台烘豆仔的机器目前已经摕到台湾的专利，美国迄边嘛等咧申请，因甲学校内底实验的进行，用来创业，希望这项台湾研发的技术，互全世界拢看会到。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高雄市的历史建筑逍遥园，修复了后，伫11月份已经开放参观。这栋80年的历史建筑是日本式的龙凤别庄，因为棚园真久啊，要恢复英国的模样，真无简单。因为全部设计图拢是靠古早的相片，才有法度修复好势。今嘛甲乡亲，咱嘛做伙来去细看卖。那最特别的地方，大家要往上面看。印阶式上面有装饰，这个装饰呢，就是。对，网带的天花板哈，网带的天花板，这是完全人工做的。踏入逍遥园的2楼，就感受到这栋别庄的雅致，天棚、条啊、壁斗，每一个所在拢有故事。蓝白的四松图案来呈现哈，四松是一个江户时期就流行的一个式样哈，所以它也有300-400年的历史哈。逍遥园内部的建筑砖塔，唔但充满日本风格，嘛融合西洋元素。来到这个灶卡，却出现现代的灶台啊。我们觉得很新奇的事情哈，80年前，对，这是旧的物件哈。这间日本贵族大购公司的别庄，整修的过程其实真侪困难。一开始完全拢找无建筑图等等第一手的资料。
后来是靠日本人提供的光批甲相片，甲知影伊生做啥物样。我们那时候很兴奋，说哇，这个终于可以看到它的全貌了。因为当时逍遥园的周边还是新人新村的状态，它还没有理出来，就是你从周边很难看得到今天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景象。大故公司伫1949年起这间豪华别庄，二战了后是病院的宿舍甲贯穿，看起来破破旧旧，险险就互人拆除。加在文化局甲民间合作修复，甚至专工找日本的师傅来台湾帮站。日本匠师来至少超过3位以上。那他们来台湾然后在逍遥园这边就进行了试气板以及佐关以及泥塑还有编织这方面的技法的一个交流。那我们台籍的匠师看到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有一些技法可能我们这边并不了解怎么样子来进行。那高雄火车站从原来的哈马星的高雄港站移到这边来，傣港波就是现在的新兴区，也就开始发展了。所以逍遥园当时是傣港波第一座私人的宅邸，很有代表性。这摆逍遥园重新开放，文化局对日本借来80当前逍遥园成立时的纪念飞仔盘来台湾展出1个月，民众会当进足参观这间见证高雄发展的历史建筑。记者陈家军、赖伟做高雄报道。来云林西的福兴宫今年嘛开始咧整修，是专工请人间国宝洪炳顺艺术来做彩绘。一笔一画慢慢专心画，伊是人间国宝洪炳顺，107年互文化部指定是重要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的艺术。最近云林西的福兴宫当咧整建庙宇，就专工聘请洪炳顺老师来做庙宇传统彩绘工课。因为我年纪也大了，你到底会当个画偌久？我从事这行业，我嘛知影，这是已经我人生的较尾时啊啦。所以只要因若有想要做好，丽芳若对工课有要求，我很乐意啦。已经75岁，洪炳顺讲，做传统彩绘需要8管8价，伊的年岁即嘛是做偌济算偌济，就是希望会当家己累积彩绘经验，呈现出上介好的作品。也那庙方这边是表示，这个整修找云林在地的艺术，嘛有特别的意义。用以前的观点，就是我们希望汇集云林在地的优秀的工艺师，可以在福兴宫这次整修好好发挥，然后并且为云林在福兴宫留下很重要的传统艺术、当代的艺术的瑰宝。庙方表示，西的福兴宫也合作古家的妈祖庙，伫公元1723年起的。因为我近西的大桥是云林重要的门户，这个福兴宫整修的工程为今年初开始动工，按算明年会当完工。也若聘请云林在地人间国宝洪炳顺艺术来做传统的彩绘，是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庙宇传统彩绘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到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AM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秘书啦。最近吼，我有一个嫁翁的朋友甲我讲，因阿嫂最爱甲伊搭水果，因为秘书啊天真善良，都最好咧，又个独心，对别人同西仔之间的斗阵真有兴趣。无，今仔日咱就来介绍同西仔。同西仔汉字写作同西仔，罗马字写作德昂当。是爱西啊，当第5条，西第7条，啊第2条。要安怎称呼亲情大细？对现代少年人来讲吼，真困扰。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咱会拄到真侪平常时啊，较少来往的亲情。这个时阵吼，那唔知要安怎甲称呼，就真失礼咯。同西仔就是别人对阿嫂甲小姊妹的称呼，小弟的某会称呼阿兄的某阿嫂，阿兄的某会称呼小弟的某小姊妹。别人若要称呼这2个人，就讲因这对同西仔。有一摆5日节，阮朋友吼专工买贵松松的粽互大家食，结果互因阿嫂踢笑。讲这是包粽下油饭，食暗顿的时，因阿嫂传一件夭寿甜的鱼羹，伊找着机会，就口说讲食甜对身体歹。2个人吼讲到有淡薄仔火气，上尾是因大家赶走公亲，劝这对同西仔和好。其实大家人的心中背景无同，难免会有无同的意见。既然有缘，大家做伙。互相体谅沟通，斗阵起来嘛较快活。甲同西仔相爱的词是大细仙，大细仙是带姊妹仔查某人之间的称呼，嘛有人讲是东门的。小妹的翁会叫阿姊的翁姊夫，阿姊的翁会称呼小妹的翁妹婿。人讲一世人的爸母，2世人的姨妈兄嫂。佮讲哥好，唔值得嫂好，拢是咧讲兄弟姊妹同西仔大细仙好好啊斗阵，才会家和万事兴。Hello， 食水果哇！我这看起来就甜嘞。刘同西仔阿嫂小姊妹。大细仙，东门的，一世人的爸母，2世人的姨妈兄嫂，哥好，唔值得嫂好。我一直就想要有姊妹啊做伴，结婚了后，若有阿嫂也是小姊妹，阮同西仔的感情一定真好。今仔日大家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个字呢？